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双十国庆，中央甲地方政府推出的国庆礼包，拢真精彩。这回这个总统府的礼物再进化，卫生树帽啊，甲世代的电风，总价但是500块，要免费送给贵宾。台北市发行到第5代的汪汪包，限量3000个，若要爱就要排队。啊，那高雄市的这个国庆礼包，限量2万个，一个是1450块，想要爱。 都爱家己开钱来买。伫总统府前一日等，台北市是排队哩领，高雄市啊上网路顶双十节中央电影的礼品，你上介意倒一项？青色配热情的球色，2019双十国庆的主时间，箭头双十代表一直进步，时间换掉，当然礼品嘛会换。今年的帽仔甲前2年花草设计有无同款，就讲会开始若伤废气，就改做用起来电风，希望讲在礼品管理时免遐无用。袋子的部分，每个人手持一面小国旗一样的感觉。 新树帽仔250块，电风150块，水80块，乌心茉莉淡纸巾仔20块，主持家的冰尖50块，总价单超过500块，贵宾都免钱。学姐黄静莹，我们市府的副发言人。韩冰的同学丽晶。高明天韩国瑜分别找人徛台来看台北市第5代汪汪包，会使拍会使干，白色的底、深蓝色的落地啊，佮红色的花草。 有国旗红拿8 3元素，限量3000个，时到卡手拿扫扫都提文。10月份有一个国庆礼包。高雄市找丽晶的示范有配包衫、帽仔、衬拖、开线、客家花布，加网架版的韩国瑜高雄鑫。佮市长手提这张好算卡，双十迄一天，高雄市的公共交通在你坐拢免钱。 20位的同学，你可以有市长的签名哦。公园价青衫加运费变1450块，看你这个数字，莫伤敏感，就是要甲台北市的汪汪包拼人气。